是有甚物代志？为何调回正气洞的地主？当然是有要紧的代志咯。甚物代志？你紧讲啊！等你人抓出来，你自然就知影。各位，我要来宣布一件重要的代志。我阿爹决心替阮，伊老人家虽然无正式将昆仑岛传授予我，但是我是伊的大囝，正气堂的大小事情，应该是由我暂时来替掌管。各位孙兄弟，唔知有甚物意见？各位若是无意见，从今仔日起，正气堂的代志由我来发落。正气堂的地主爱听我发号施令，我也会尽我的力量，使正气堂强振声威。希望各位来配合着我的计划，phong建天下名人。武林高手，准备有一天一定会来临生死一决。希望各位大家来协力，消除最大的敌人，自清大兴起，凌霄关，甲凌霄峰。各位师兄弟。我还阁补充说明者，凌霄峰是去互一个神秘的老人救去，将来对咱有真大的威胁。为着咱的生存，必须要将凌霄峰甲除掉。凌霄峰若无死，咱每一个人都袂当得到安宁。阿爹，你千万唔通听这个话，违背阿公的意思。阿英，这款的场面你无应该讲话啊！我无讲袂用的，恁大家唔通伤害凌霄峰。阿英，你现在是忠义山庄的少夫人，是纪家良的家后，你还搁咧为小芳，安尼敢袂对不住你的丈夫呢？家良。老夫，你已经娶阿英啊，算起来是我杜家的人，也是正气堂的一员。你安尼会明白无？老夫的意思是，对付萧峰，你是真重要的角色。你收拾行李要去倒位？我要来找阿公。阿公，阮记伫深山，你要去倒位找咧？只要我四界来去找，一定会当找着阿公。你找阿公，又是为着什么？是毋是为着岳父重整正气堂，要对付凌霄峰的代志？因违背阿公的意思嘛。阿英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必须爱甲你说明。你会记得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无？我讲我纪家良要出来，是互相相爱的某囝，你毋是强迫来的婚姻。那安尼，你明知我对你无感情，为什么你要搁甲我拜堂？这就是我即摆要甲你讲的。阿公决心去阮去啊！
心是阿英顺如你，叫我家良去相依，去度良家才结亲阿姨。老阿公伊目屎擦擦滴，伊讲阿英会将心略有所依，伊才能放心掠去，叫我如何体示？伊再三反复对我讲啊，成婚之后就带你回山庄。伊走了之后，莫再去心慌，叫我唔通干涉情启动。如今岳父重情启动啊，为着要对付迄个凌小凤。我晓得现切你心内的苦痛，为着小凤你旧情难忘。我究竟是应该爱采取什么的行动啊？是听岳父，也是听阿公，只要现切你心宽啊放，我着一切该听如风踪。伊句句使人心感动哦，伊行为是有君子风。为了阿公伊的愿望，通你随我回山庄。佮你倒转去中义山庄，这也是阿公伊的意思，而且为免我纪家良被人讲为着爱，才借着正启动的名义来对付凌小凤这个政敌。那英，我希望你会当遵照阿公的意思，甲我倒转来去中义山庄。至于咱两个人，也是挂名的夫妻，分房立命。哎呦喂，差不多诶，人听袂起啊，你嘛讲爱。啊！叫我甲你爱，嗯，啊，我要叫谁爱我？来，啥咱斗阵5年的感情，叫你甲我爱一摆，你也做袂到啊？决心啦！5年的感情有啥物路用？啊，你1年甲我骗过1年哦，啊，无你是到底什么时阵才甘愿要叫我做某？啊，你还袂找着小凤的，啊，我还袂找着阮小姐，啊，咱两个好意思通成婚咯？啊，成婚是咱两个代志呢，甘走因什么地带？迄大咧哦，代志输大咧咯。啊，哦，敢讲你还阁对小凤咧空思妄想啊？那你哦拍咧较袂着标啦。啊，安尼你巧，哦，你会用做我巴肚底内面虫，我的心思你拢知影。我虽然哦排第3哦，毋过我即马渐渐有希望安尼。你爱知哦，小凤所爱第1个就是杜雅英。啊，等人伊就叫纪家良啊。是啊，安尼我减一个情敌啊，所以我
我毋才有资格通升起来做第二个。啊，我运气若较好咧吼，永远莫找着阮小姐。哼，安尼阮毋是用伊嫁小芳的，我就变第一个候补人啊！哼，啊，小王都毋是咧发烧，头壳烧破去行毋知咯。哦，伊会带你即款来做某啊？哎，哦，啊那安尼？好，免讲，我甲你讲，是我家己咧发烧，行毋知咯，才咧爱你。是啊，所以我拄则叫你甲我爱目的吼，我就是要机会互你啦。哪会知影你毋知影？哈，哈，对，哎呀，我有影你烧花，来，快紧，采回来，来，我爱，喂啦，我爱者，你骂我毋捌啦，后摆较巧咧，反应较好咧，就好啦。采回，莫生气啦，来来，拜托咧，就算我拜托你，来，拜托我爱，这是你甲我拜托，你欢喜甘愿要甲我爱啊，哦？我甘愿呢，来，好，互你一个面子咧，来来来，哎呀，采回啊，啊，你有爽快无？差不多啦。啊，采回，你捌想讲吼，后摆咱两个若成亲哦，差不多啊，囝爱生几个哈？采回，你有咧想无？采回啊，有咧想无啦？无啊，我都咧想小芳的。你phụ的啊！对啊，人对你坦白也煞袂用的晓。啊，我无重视以后是要哪做你的某？啊，人都有影在想小芳的咩？啊你，哎呀！来进来，报告。站住！对吧？郝振西，杜兴客，林小环，哈，郑启堂吼又搁去接到条件书啊啦！哎呦，咱也烦的吼，搁再寄拜帖，互杜青云恁兄弟啊呢？啊，伊是安怎呢？拢要找恁师父迄两个囝？唉，就是因为阮师父吼已经退稳啊，啊，咱小环的世界要去找找阮师父，已经经过5年啊，还搁找无师父的下落。我想吼，伊即摆安尼做是一定要逼阮师父出面的款。我要来去正气堂等。伊敢有讲什么时阵要来？哇，蒋三兄弟啊，大师兄，阮姊啊吼，伊是诚心诚意，伫要化解这个纠纷的呢。我要住遮等你，我绝对无我的囝搁再出手。连接市长的条件是，唔知当时要来。来啊！来啊！大长，搁寄条件书来啊！看这个情形，今仔日袂来咯。不管你阴暗是毋是会来，请你让我住遮继续等，不管等偌久，我一定要等到伊来。什么人？喂，这年嘛，你要去倒位？这就奇怪，你要等的是独行客，甲我什么关系？你哪会知影我要等的是独行客？阮阿爹以前是相命，人称卜真子，所以我甲伊加减啊学两步，我卜会出来。阴暗独行客绝对袂来。
条件书。我无啊。小华，你莫骂我，真气大，明明写着5张的条件书，不是你，啊无还有啥物人嘞？我即摆已经是变成一个有法度通用功书剑的人。我等于是一个废物同款。我感觉我都能报什么冤仇，跟人决斗心。小华，我知影你的个性，你安尼做，你甚至逼到刑警出面，你要甲伊当鬼义诊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若拢唔肯相信我的话？小华，你的性情一向都是非常的朴素。8年前，你互梁家兄弟杀伤，我将你救回迄个山中，卡稳固40年的蜀中了。伊要死的以前，将伊本剑谱送互你，伊反复你10年。才能将伊破剑谱的功夫练成，也毋过你心急，你无分日夜，全力苦练，3年你就甲伊练成啊！所以你已经伤着你的内脏。如今你的牛鞭又搁放。莫阁讲啊！如今我已经变成一个废物同款。还阁要当破什么冤仇？小华。
输予正气动的人，也是小芳心。什么人？发帖挑战的人是我。在下照独行客的名义发帖，这几天来用不顾的形态提心吊胆，实在是跑徛。其实在下每一天拢有来，只是无看到大行清的面，无愿意出面。你家在这正气堂也不容易。唔敢，只是我也无将恁放在眼内。我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。你唔免这尔啊生气，我唔是要来找你呢，所以也无愿意跟你动手。你是啥物人？你是安怎要冒阮囝的名义？实在是真实的，因为恁囝的名声上好，所以我才来照伊的名。若无你的代志，也是请你赶紧转去。这，咱过去来转好啦。阁下，尊姓大名，找家父有甚物贵事？真见笑，在下无名的小俊，姓余名孝利。原来我要来找大行清，这个理由不便奉告。互你袂注意。你火气免遐尔啊大，我毋是要来找你的，也毋是要爱恁师父的命，我只是要讨一个面子利益。小囝的，快点！你是啥人？小王，小王，阿娘，8年，咱离开已经8年，你倒转来，阿娘。小王啊，恁小弟小王无死呢，无死？嘿啊，小王的啊，咱顶房啊台迄个吼，面咱咧嘴炎炎，就是讲小王死。当时啊，毋是小王啊，是一个小贼人吼，甲咱小王烫衫去穿，啊去互梁家兄弟误会，从啊错手甲伊伤死的了。哪个小王会知咧？大英客就是小王啦。小王，董阿英已经嫁予几家了，你知无？董阿英即摆已经是中义山庄的小妇人。